经这部经典是一个大乘法，嘛是一个长青的命法。但是你观点，迄个经典的内底内容，甲经典伊的含义，咱若真正去甲看会出来，若真正去甲我有深入，到底当时佛陀是安怎讲伊的经典？合作为人是安怎讲这个经典？甚至过去，咱的孔圣人、大学、中庸、量子、论语，甚至过去的这个经典，这是因过去的圣人，因是用什么智慧来读这个出来？由早讲出来，有定些咱人看法，这是一个事实。不过呢，因为仪式，伊咧讲的定义，拢有伊的处体。什么叫处体？处体就是有按照伊的这个有记咧。按不咱作者人看不出伊的处体。比如讲《金刚经》，当然第一个发挥因缘嘛。第二个呢，显明倾向师傅来开这个门。第三个叫大乘正宗嘛。第四呢叫做什么？什么庙？这个就是叫做妙龄无主分嘛。第五叫做哪？叫做这个如理实验嘛。如理实验，其实讲到这部分的讲法，那伊这个讲的重点已经只有讲了，但是伊真正出题来讲，毋过后壁就是开始，咱一般众生遐日之外，毋是参像佛陀的定业法，嘛毋是参像咱当时的迄个师傅地解讲地定业法，咱无法度嘛。所以后壁咱在读，咱后摆在看。所以讲到第五，阮就甲你结束。作天主上非常积极如来，已经甲你讲到够，但是爱甲你讲你听无，到尾嘛听无。后壁再开始对有定些咱拿嘛听。这是伊这叫做触体。所以伊当然讲到第五分了后，师傅就了解。所以第六分叫做正是理由。师傅就问讲：何有众生一如是言说，就有灵性是什么？这段话就是师傅在你讲这道理，这个很妙，这个好。但是何有众生？迄个何就有一个疑问。这个众生得到你佛陀咧讲这个三分这个道理，是上他这观察他这他分析他这如是这。会当生出着真实的信心嘛？这是师傅第一怀疑嘛。所以伊佛已经讲了，但是伊师傅第一嘛，像这1000几年历史伊听无，太听无，所以因处理伊就问这个佛陀：若安尼当中，你讲了这道理，这个咧深入，我到底是上去？毋过这历史敢真正听无？但是你要注意。佛陀咧讲话是足来，因为当时佛法虽然是非常妙法，但是有信力来用，所以伊师傅地知讲佛陀知师傅地生出了疑问了后，师傅地目足是说，目足是说，你莫安讲，你袂使讲就咯。不灭我发挥有此解释，我是无主张灵性的知识，我毋会讲这物件，我相信。这个天数，你了解？当然时间即可能讲来讲，叫环境咱会使，我是讲这个。这就是伊离婚的主题。咱像讲到来做环境来，伊来做环境，咱个重点来看对。然后当然结婚咱安怎介绍？结婚这是什么片啊？迄个香油品嘛，香油品，香油品是咧讲什么道理？香油品就是讲实相，
香油品就是咧讲实相，什么叫做实相？香油，香油就是讲当时六祖所行过，伊行过叫做香油嘛。我行过，我都去证着，我了解着的物件，讲互恁听。咱能讲我落山啦，啊，你当去上山，我著去山顶拢看了，拢做了解山顶人，我足清楚啦嘛。啊，你当你去，你若毋知影，啊，我即马就是要讲互恁听嘛，香油嘛。啊，毋是你证着了实相道理啊嘛。但是伊迄个实相的道理证着了，会当用语言讲袂？语言讲袂是差足济啊，语言讲会差足济啊。所以呢，那讲言语道断啊，相形之别。所以因为伊是第一本道咧讲实相道理，哦，就参照不到。因为第一分了后，如是我们你是要在社会上继续去波动，你大概1200万，你是要实施个情况，在下面开始去推销出的计划，我是必须发现出去负责议政，伊即段拢总无讲半句话，好，伊都无讲话嘛，所以呢，我觉得啦，哦，讲佛道就是讲实相的道理。用行为行诸者，无是显现了第一道理，会当讲出来物件，拢走清楚这个。但是因为当然，因为咱六祖规个，因为这段行为把伊过去的当中，无论伊的经历啦、考察啦，或者什么代志，迄种种做者伊的过程。啊，每一段，都是记载咱即个六祖规个伊所行过，有积极，有信心。因为无论是后壁咧整理，甲伫遐咧考察，甲伫遐咧做伙老本，伫遐咧做迄代志，伊无干人去做，伊存着一个清净无量的心。伊无咱计较，你甲看伊即第一份咱计较啊，第二份就是讲话，叫讲地位嘛，对不对？我这边在讲地位嘛。啊，头前是咧讲理，头前后壁咧讲地，理地合一，理地如如你看出来无？理智如如，理地。那你甲讲起来，第一份就讲实相道理，第二份就讲叫做关键道理，法界嘛，要关键。实相甲关键甲加起来，实相甲关键讲起来就是讲迄个字嘛。迄个字嘛，所以《金刚经》的内底当中呢，第四分伊讲菩萨但应如所告诉嘛。你今日要成就菩萨了后，你若经过这个字，无经过理智合理，你要成为，你要成就菩萨，你讲。即个第三篇来讲啊，因为已经这两分足重要的哦，已经讲了后，第三分就疑问啊，敢是？你若听无咧嘛？你才听有。我听无就是讲后壁迄个教父啊，迄个对个教父啊，咧讲互你听尔。哦，所以基本上来讲个，六祖道理嘛是安尼开始。咱若看有，咱知哦，第一篇就是讲实相的道理，第二篇就是讲观照的道理，叫做发现。后壁就是教咱，咱来教。啊，其实咱修道上个重要，就是讲啦，咱的智慧，因为智慧。对这造出来，智慧就是对你家己的迄个自性，你的发展就是对咱的自性要造出来。甲你讲个，讲对这造出来，你无点面来讲，你无点面来讲，对点来来，你今日你个智慧对对来，你若无有一个上电的这个电公司的迄个电源。你今日你的智慧就生出来，所以电甲光，因为当然医疗会经过一个经过一个构造，这个体构造，当生出个功能，当生出光出来。啊，咱学科就是安尼，第一就是咧甲讲，什物物件，你今伊的本源，迄个本体你若扫无着，你愈学愈。你愈走愈学到尾你毋知咧学哪，
所以万法爱归一，一个生万法出来。哦，你袂使离开个本源，所以那是过拍天不离点，感应不离心，数不离心。哦，拍天袂使离点去，拍天来离开起点，你讲拍会形成足好个天，无可能。所以六祖讲的，其实伊第一份就应该有思想道理，第二份应该有发展道理，第三份你加那个讲，甚至你有疑问，会当来做讨论。但是伊甲你讲，袂使离开发展，也袂使离开自性，是啥物件？啊，咱今日已经听因讲，因讲到因第七分啊，伊个品啊，啊，伊个品其实即若三个点，愈来愈好讲。什么迄个到后壁迄个是修相仪式，我为了继续，讲到遐，看到袂好尾去，真正解释，甲啥？你若三个点，你后日解释嘛，愈解释愈快，愈快愈无。所以咱进行要甲你讲，做方面一直，咱今日语言咧学，你爱。迄个重点爱三个了后，你后壁你能跑。你咧算数学，迄个公数啦，公数，你若毋捌，你咧公数若毋捌啊，恁数学算会达到问题。敢是安尼？微积分啊，是积分啊，迄个公数若毋捌，你算会达到问题。但是迄个公数若捌，迄个一个公数的，迄个公数若捌。那安尼你算会对？毋过迄个公数咱即种毋捌咧讲。我咧讲者，咱咧读经典，咱会了解迄个经典的核心要点，在讲咱自性。咱自性是讲啥物件？即个大嘛讲自性，大嘛讲心，但是自性甲心又搁是物件，还搁毋捌。敢是安尼？所以硬要捌，就是硬要捌这个物件。比起迄个啥？严先生，讲遐话来，伊讲真正要捌这嘛真正，嘛是遐简单，我即若无真正，你就理解，你会开啦，讲理解，理解，迄个理若解会开啦，就参像即条绳啊，迄个一球。你愈透一球愈大球，你听拍到尾也是哪？拍时间，你要透这个间，拍到尾就拍时间。所以是第一，就是讲这不可以，咱今日对咱进行在后边教育，咱好读书，咱好读书弟兄一日文书法，弟兄一日文书法，说三千法。我说三乘法，有言最上升，有言最上升，地主未解，地主未解，愿为教授，愿为教授，师法，逆关注本心，逆关注本心，目标外发上，目标外发上，法无事先，法无事先，人心自有定差，人心自有定差。见闻转向是小乘，见闻转向是小乘，五法解义是中乘，五法解义是中乘，依法修行是大乘，依法修行是大乘，万法尽通，万法尽通，万法不必，万法具备，一切不染，一切不染，离诸法相，离诸法相，一无所得，一无所得。名最上乘，名最上乘，行是行义，是行是行义，不在靠经，不在靠经，逆事自修，逆事自修，无闻我也，无闻我也，一切时中，一切时中，自性自如，自性自如，常理下，常理下，即事，即事，将书之世，将书之世。这段呢，就是咧甲咱讲弟兄，的这个问答。那弟兄，咱嘛知讲，
准武剑甲手风笔，因为伊就是叫这两行。准一个武剑叫做周剑，准执着一个空笔叫做真笔。其实迄种叫做两边法，嘛叫做执剑，叫做两边法，叫做持两边法。伊执两边法了后，意思就是咩啊？伊要身受大师甲教。伊理论上你给你讲是讲，一盲一众嘛，先带一回去，一盲一众，相信有